来继续来到南投，这个台21线埔里到日月潭的路段，虽然限速是60公里，但是当时警方有承诺放宽到80公里，也就是超过80公里才会处罚。但是为顶个月开始，这警方是突然间来降低着处罚标准，结果有真侪民众驶超过70公里都收到罚单，甚至有一个妈妈真俩讲，因为逐工爱接送3个囡仔。结果一天就封开7张的罚单，可能阁会吊扣到驾照，无法度接囡仔咯。啊，为什么会突然间把这个限速来降低呢？这警方并无说明。70到75之间。手提几啊张红单，这个新小姐讲，这是为今年4月份开始伫南投台21号线埔里到日月潭的区间测速比翕的。虽然在地速度限制是60公里，不过新小姐真无奈，因为在地人拢知影，警方讲超过80公里才会开单。不要超过80岁，要一直在踩油门，反而造成我觉得安全上更加的危险。那新小姐在地人，因为拢惯习将速度维持伫70公里这个卡道，不过4月份警方强行改这个规则，有人听讲有3个囡仔的老母载囡仔一天互人开6、7张的罚单，驾照有可能被吊销，也是靠牌。现在好像12点就要吊销的话，导致他接送小孩没办法接送。想在强行改这个开单的规则，南投警方无加讲前后的一个速限差距的这个部分，相关的一个监理单位来做一个酌处。虽然答应讲会协助受罚的民众，不过监理所讲有甲警方确认过，回应是依法处理。警察局他说，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依法来做举发，他并没有一个错误举发的一个疑义，所以我们后续也会依法来处理。依照规定，道路速度的限制是由县市政府的交通局来设定。若是要改，需要经过讨论会勘，并且公告以后才会当实施。不过，这摆警方将宽限的速限向降低，嘛无通知，才引起不少民众的不满，批评南投的警方是咧抢钱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